暗光便桥，明仔载下晡3点通车，公路局启动监控，山顶若有可能落雨，就会随甲桥封起来。高雄5位登山客伫茶山发现一只保育类的金蛇，竟然掠来耍，搁咬伊的喙，市政府认定违法的查禁教案，甲因开罚。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山坎火烧造成12个人死亡，嫌犯是一个29岁的司机，目前以联邦重罪该起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台南一个18岁无驾照姓苏的少年人，顶礼拜载朋友出去，是因为拼车速度伤紧，所以伫咧转弯的时阵去弄死一个骑乌多摆的朋友。这个肇事驾驶伊的相片甲名姓，即马互人甲印做传单4价打，警方接到通报，即马当咧调查。台南区的水平稳公园，一个人来遮行路运动，路过民众发现路顶煞互人打一张姓苏查甫人的传单，那名姓互人公布出来，连相片嘛是。其实这单唔干那伫即搭，甚至伫咧后巷的涂骹4个嘛人通看会到，顶面写着多架赛车的传单，后方即阵专门骑在后巷。这样就比较不好，因为他也没有确定嘛，法院也没有判他是怎样啊。伊可能是有有迄个正义感，也是安那，但是咱也是要有法治的观念，应该透过这个警方啊。警方接到通报，嘛随赶到现场，甲单拆掉，因为这款行为恐惊已经违反妨碍秘密罪，因会进一步了解发传单是啥。公园有张贴涉及刑案传单。现在本分员派员到场，先将传单带回，再了解是否涉及刑法。传单内底写的18岁姓苏的少年仔，10月初4无驾驶煞赛车伫咧南162线医疗关立平台附近来回批车4至5抓，落尾弄死伊家己的朋友17岁姓杨的少年仔。发生车祸进前，姓苏的少年伫山路弯弯弯弯的批车画面，引起众人讨论。这阵离案发现场30外公里远的市区，煞出现这款传单。记者问死者家属，因无愿意受访，嘛表示无期待对方来抱歉，唔望赶紧甲后事办好圆满，案情调查好清楚。在肇事车辆内也没有发现违禁品及毒驾迹象，但是事后家属请求调查证据，当日本分局即依程序采集书名尿液送检，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目前这个姓苏的人也搁伫病院，伊互人质疑敢有假毒赛车。刑法分局表示，已经送交检验，爱搁等检验结果。专案的以过失致死罪这个方向来侦办。另外，卖进一步来查，敢是有牵涉到公共危险罪。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又搁有人咧乌白伤害这动物啊！来看高雄5个登山客呢，是伫茶山发现一只2公尺长的保育类乌白锦蛇，毋但是甲这蛇掠来耍，而且搁咬伊的喙。农业局表示，因的行为已经违反野保法，甲保持总队寿山分队合作联络行为人到案说明。哇，好大！这上面爪。哦，是吃饱了。这个锦蛇啊，大约2公尺长的保育类乌白锦蛇，就安尼放饲伫咧涂骹牛寸笑。这个名山丘半暝爬寿山，撞到这尾乌白锦蛇，一群人若甲蛇掠起来，人咧耍，甚至搁用铁棍甲蛇的喙吐开。规个过程搁甲记录行打起伫网络。因为有风声讲，这群人是茶山志工皇帝队的，不过皇帝志工讲这是错误的消息，而且乌白锦蛇伫寿山真正罕得快，这群人看到搁无珍惜，真正无应当。黑莓它又是保育类的，觉得这种行为是真的很不妥。因为有人认为讲伊是恁的皇帝啊，不是。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接到通报的第一时间已经有派人去了解，而且有甲国家公园警察队合作，通知行为人来厘清状况。农业局表示，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野保法，涉嫌缴产虐待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将会依法办理。对此，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也呼吁，寿山有真侪珍贵的动植物生态，毋望大家来保守。我们就是以不干扰、不喂食，然后不要去接触它。那让野生动物它其实在那里可以好好的生活，那我们也达到我们的可以休闲的利用这个柴山都当做我们假日休闲的好去处。任意骚扰、虐待保育类野生动物，最高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农业局表示，这个月山丘路尾虽然有甲乌白锦蛇放回去，不过种种的行为已经违法，除了法制以外，可能还要面对刑事责任。记者邝家族副教用高永昌报道。
桃园机场捷运 A11的溪口站内，是有一个旅客伫月台食薰，而且阁薄冰凉。这保全甲伊扣劝，结果伊煞对人来起骹动手。桃园市卫生局表示，会针对食薰甲薄冰凉来甲伊开单。另外呢，代替这半冬内已经发生7件这暴力的事件，所以有立委呢是话要来修法动法，也那交通部长是表态支持。对保全3摆出声来阻止，旅客拢不爱听，相反伫机场捷运的月台来食薰，保全一箭步将薰拍掉，旅客见笑登上去，对保全出拳，想要来拍人，冲突的画面拢互民众翕落。如果在台湾，应该是大家都知道是不可以抽烟，边抽烟然后还边嚼槟榔啊，这样不行啊，这样不好。实际上来到溪口站，柜台拢有打禁止食物件、食薰的标示。对旅客无公德心，也想要拍保全，桃园捷运讲已经对旅客薄冰凉来开罚。另外，桃园市政府卫生局下晡也派人到现场，向捷运警察确认个人的资料，会对旅客来开出罚款。经站长及保全劝导不听，站长随即依照《大众捷运法》第50条第1项第9款。于捷运系统内嚼食槟榔，开罚1500元罚款。那我们现在确认各自之后，会依案防治法处理。那机场捷运发生冲突事件，进前也有代替5款车站，站务员从杀入去铁记录。根据统计，代替近半年来已经出现7件的暴力攻击事件。立委提出铁路法修法，妨害铁路从业人员一凭职务罪，相当会使判刑5年。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支持。保障所有的同仁的安全，这个都相当的重要。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委员愿意提出修法，我们当然是很支持。将近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台铁完全没有针对保全的部分有任何的进展。那对于工会来说，没有任何的进展，那表示安全措施就是0。陈世凯讲，经费不是问题，不过代替产业工会批评，提出警车保全的诉求，到即阵拢无进展，呼吁代替甲交通部提出诚意，保障旅客甲站务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个姓王的妇人人呢，进前领钱领了，准备骑奥多拜要返去厝的时阵，因为伊的牌仔破去，所以1000块的这纸票全安尼沿路飞。加在拄好有清洁队是伫咧现场，甲盗取59000块的钱，交互派出所，互这个妇人人来甲领回去。行车记录器翕到大路有真侪纸落来，开车的清洁队司机看到随停车，详细一个看拢是1000块的纸票。有的是落伫咧车道，有的是徛伫咧车下骹，车顶人员也赶紧斗3工捡，也有人斗3工放3角水，证人总共捡到59000块。清洁队员把这纸票送往警察局了后，转来到现场就发现拍摩一个人正着急死个伫咧洗，赶紧甲伊讲，也互伊放心落。台中山路一个姓王的妇人人进前伫农会领钱，骑机车要返去，无发现家己的钱包已经破去啊！结果骑一段路了后，才发现钱早就拢飞散了啊！加在清洁队员直群经过镇南路，发现了后，拢甲伊倒扣回来。王姓妇女自杀入农会领取现金新台币59000元，并放入随行包包内。骑车返家途中，因包包破损，致纸钞飞散遗失。所幸经诚信清洁队员拾金不昧，并立即送至本分局依规定受理。我们以为是假钞。就是那玩具钞在飞，我想说怎么可能会有放这么多钱在飞？结果在地上的时候，看真的是真钞，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赶快去捡拾，因为我也担心说那个丢了一大笔钱的人也会担心那个钱到底也会很伤心吧。清洁队讲，第2项工作中定捡到民众的财物，种类非常多。当发现民众误去送现金也是珍贵的财物时，队员拢是甲保管起来，并且真紧通报警方斗3工找失主。确保这财物会使顺利归还予失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目前这全台湾电动车的数量已经超过10万台啊，所以提升电动车的安全管理，也佮有救灾的效率，变作是大家关注的议题。新竹市是来举办电动车救灾演练，模拟电动公车呢伫咧充电的时阵导火等等的情形，互人会当了解这电动车火灾的处理流程。电动公车的后车轮产生了大量的白色气体。电动公车充电过程中熊熊导火，消防救灾人员赶紧来到现场，利用机器人挖紧车辆转水降温。消防局指出，电动车甲一般的油车无同，车顶的电池导火烧，温度过悬就可能会爆炸，对现场救灾的消防人员甲市民安全拢是威胁。锂电池的特性，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持续的用水可以灌救的一个这样的浇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锂电池的
热裂解的一个效应啊，它必须要把整个锂电池浸泡在整个水里面，所以我们整个的一个救灾的方式，我们会先以所谓的水雾的部分来降温，然后让整个锂电池浸泡在水中，让整个热裂解的一个效应来减缓。根据公路局统计，大新竹地区电动车数量是列岛以外的第1名，其中每1000人就有8人驶电动车。在2030年，新竹市公车阁准备全面电动化。尤其这几年天气温度是愈来愈高，安全问题也受重视。会面对新式能源可能会带来的灾害反应，我们一定要做好12万分的准备。那在全市推动电动公车全面2030电动化，以及日益增加的电动车的比例的一个原则之下，我们都会做好所有万全的防灾准备。除了透过演练提升电动车救灾能力以外，消防局也提醒民众，若是拄到电动车着火，第一时间赶紧离开车辆，随通知消防单位，千万莫想家己拍火，才袂发生意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是安尼，第一来关心的是，屏东百威的食品公司呢，是用工业用的滚药水来洗猪肠啊，这是造成社会不安。所以食药署是甲业者罚5400万，也若刑事的部分上重是会关7档，要着罚上济8000万的罚金。乌心猪肠卖去台北、桃园、高雄、屏东4个县市，造成民众不安。食药署即马要罚5400万。理由是百威公司明明知影是工业级的香香水，抑阁改摕来加工猪肠，卖去几落的县市，民众食了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针对这案件，它应该受责难的程度以及所生的影响等等违规的情节，重罚百威5400万元的罚款。中央要罚台北市卫生局也对登记伫台北市的百威公司处停业的处分。到初8下昼，台北市稽查64间市面上卖猪肠的业者，全部拢无验出过氧化氢。验过调查到商品内面的味泰肉店，自6月开始向百威公司买674公斤的猪肠，每个月分配送回给林记麻辣豆腐店，差不多100到120公斤，总共440公斤，其他234公斤是卖给散客。另外还有刑事的责任，可以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8000万元以下罚金。要甲有问题的产品全部下架，也要追踪乌心猪肠的流向。食药署已经调查全国577间业者，抽验产品120件，目前的检验结果104件合格，其他案件也搁伫咧检验。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这毒品依托米脂的危害，云林的检警呢是联手来掠毒。伫咧8月时是查到一个卖毒的集团，也若9月是查到97件111个人。这有的毒品呢，这是分赃厂就藏伫咧一般的客家厝内底。警方伫咧云林到了这间公寓，掠到29岁姓地查甫人，提出来超出依托米脂外油792公克，甲各种分装干仔。警方讲，依托米脂俗称丧尸分弹，因为分装真容易。最近查到藏伫咧大楼公寓甲明体分装厂，用传统的锅碗瓢盆加热，再加入相关的香料。甘油之后呢，它注入到这个空的烟弹壳之后呢，再用加热器就可以来做施用。所以现在我们警方为了打击这个丧尸烟弹，所以针对我们辖内的大楼还有民宅隐身在辖内大楼或民宅的这些分装厂，我们都会来强力的扫荡来做打击。为了要防止依托米脂毒品的危害，云林的检警伫8月查到丧尸分弹大盘。9月搁再继续深入的调查，调查小盘贩毒网络，总共查到97件111个人，包括32个药头，食毒甲有毒的人44个。32个药头也查获了5个毒品的分装厂。那所查获扣案的这个依托米脂的烟油2.5公斤里面，它可以做成市值4800万的丧尸烟弹来贩售到市面。这个可以供25000人次来吸食。现在丧尸烟弹造成毒驾，造成公共的这个危害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倍数可以说是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原来大概几百件，现在变成几千件警方讲，依托米脂是麻醉药物，有镇定催眠的效果，验过歹毒加入去电子烟油内面使用。造成鸡巴未受控制一直掉，也有意识混乱的症状。若是使用过了，人茫茫塞车，真容易发生车祸。会继续追查，保护民众性命财产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的马太安溪桥呢，是因为崩山湖和冲断去，本地是10月15要来做暗公便桥。即马经过公路局的赶工，是量早伫明仔载下晡3点就来通车。公路局表示讲，会比照这疏花的模式来启动监控，若准发现山顶有可能落雨，安尼就会随甲桥封起来，避免危险。工程车在工程现场将马太安溪的暗坑便桥铺点啊架，原本15才能通车的便桥工程进度超前。我们是铺完成面的，你们已经铺多久？几个小时了？昨天跟今天这样子。因溪底大溪便桥已经限制公路甲红林两边，7日下晡3点通车了后，小型车甲救灾车应通过变过细路，公路局也比较监控指挥。明天开放通车以后，我们两端的堤顶都会进驻监看警戒人员。当有一点点可能水位会增加的时候，就只出不进，封闭一小段时间哦。如果确认是安全的，我们才会再开放通行。第二阶段更便桥交通部表示，照原本进度，会伫明年农历春节进行通车。马太安溪崩山湖逆流重创铁公路，代替港府联合会也发文示警，水退了后，真正战斗才开始，因为第时间溪水引起的铁气路。坡的脆石因为把水送去，会互铁基路结构失去稳定，若无赶紧来换掉，就会出现沉落效应，影响行车平稳和安全。沉落的现象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会让列车的这个行经，有一些行车安全或者是列车的损耗，应该要尽快的来做招标，然后让这个道闸尽快的去更换。其实被水淹没之后，为了要快速的让救灾的团队能够进来到光顾，我们马上让它通车。那道闸的部分是我们后续必须要处理的问题。该地公司回应，公库站场因为崩山湖逆流造成道层污染有6个度，公司咧本地复旧预算决定了办理现场铁基路设备复旧工程。若清理作业不完成，公库站场列车限速30公里，确保列车运转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全面来防治天狗日，台南市政府呢是来启动无人机的防治计划，对空中来巡查而且锁定地点，来强化这灾害风险区域的监控甲防治。向外遥控操作，无人机飞上天，徛架的厝顶水塔挂，敢有积水，看甲一清二楚。伫偏乡区域，大部分拢是做黑人，厝体有真侪所在拼袂着，无人机会当防止探鼻蠓生炭。而且是属于较草地部落性吼，厝本地就较少，较老旧啦吼，一寡你讲尤其住在遮的人吼，拢是比较较中者吼。你讲要记爬楼顶的无可能，或即个空拍机来协助着地方啦吼。我相信，这个四角找出来了后，对地方。这个房子登革热吼，一定有足大的帮忙。依照防治天狗日，拢爱靠人工路巡查，亲像天狗棍这种传统巡查工具，敢会当探测3公尺到4公尺的悬度，对大楼的厝顶也是无法度挖困的区域，效果有限。尤其是进前台南发生8年水灾，真侪厝体受损，惊喺落雨积水，市政府出动无人机巡查，互防治作业尽快搁周全。在登革热防治上，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许多屋顶上有积水容器的水塔盖子飞掉了，或者是说上面有一些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像一些垃圾啦或者是废弃物的，我们借着无人机来巡查，就可以做很大的帮助，让公务员节省了大量的公务人力。虽然台南目前并无天狗日本土的病例，12例拢是境外移入，不过附近的高雄，甚至台北、宜兰、甲桃园等地，拢陆续传出本土的案例。疫情的风险要好好来处理，未来持续推动科技防疫系统，来补偿人力巡查的无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公园这渔船保养场呢，是敢若头城的乌石港有尔，也若南方澳这是私人的。有渔民是来反映讲，这公司的收费实在差伤济啊，而且数量嘛无够，互真侪渔船是无通好保养来出海，所以渔会呢是有来争取要来设公营的保养场，也毋过即马专案煞卡伫土地甲经费的问题，所以渔业署是承诺会积极来争取。用水清清气渔船下底，这是头城乌石港渔会经营公营上价场，每年保养差不多300只渔船，真侪渔船排队咧等，因为这是宜兰唯一一间公家渔船，每栋收钱差不多180块，计较比私营的每栋300块以上是俗正济。上价位哦，
油炸啥拢无算啊。就爱在几万啊？系啊，退地如果就要10万啊讲。用白哦，白要上价的机会就真少。南方号渔民表示，因为两条造船厂这几年敢若接军舰的订单，和当地敢若一间私营的渔船上架场协助渔民船只保养。毋那一摆收钱卡袂着，大概数十万，处理量能也无够，真侪渔船败无，都无法度顺利出海维持生活。乌石港公营上架场毋那远也是败袂着。陈景希希望我们在青龙潭的部分能够做一个公社的一个上架场。苏澳市会政处伫南方号汉港桥的土地青龙潭设公营上架场来解决问题，按个专项卡伫汉港桥爱将土地拨用予渔业署，拨用经费爱持续外，而且青龙潭是海保新生地，后续屯土加上上架场工程经费，初估也会刺激，在完费倒位来也是问题。议会烦恼，若行政程序无简化，若要完工爱用几啊年时间。后面工程费的部分的话，就是由渔业署这边跟行政院争取相关的预算。专案经理会吴宗宪协调，汉港桥已经承诺赶紧完成拨用土地程序，土地拨用经费由渔业署每年编列。后续刺激的工程经费，渔业署表示会积极向行政议政署，佮继续甲地方沟通，看后续完工了后，卖招商也是由苏澳区渔会来经营。记者综合报道。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今年初呢，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山坎大火烧，拢总是造成12个人死亡，而且佫有几千栋的楼仔厝乌有去。后来调查呢，发现讲是一个29岁驶 Uber 计程车的司机涉嫌来放火。警方是伫佛罗里达甲抓着人，即嘛是以联邦重罪甲起诉，会移送加州来审理。发生伫咧9、5月前的这场野火，和太平洋段内社区到即马宜湾4月拢惨破，真侪家庭住伫咧临时厝或者是亲友的厝内，中间的进度正慢，心内创伤是更加搁较歹恢复。即马检方宣布，年初这场造成12个人死亡的大火，确定是恶意放火，嫌犯是29岁 Uber 司机。I lost absolutely everything. Everything, you know, and people don't think about the little things. Your favorite Christmas ornament that you got 40 years ago when one of the babies was born, or all the letters they wrote me from camp. 联邦检察官讲，嫌犯伫咧看立案，这人起诉了，登去太平洋断崖，暗时行伫咧研究报道，伫附近的山顶用手机翕，敢若是伊点火影片，了无久火就烧起来。出来一礼拜，火伫土家吸收，一个吹彻透强风，火规个团开，将做洛杉矶这几年来上有毁灭性的城市周边野火之一。The complaint unsealed today charges the defendant with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by means of fire, a felony that carries a mandatory minimum 5-year federal prison sentence and is punishable by up to 20 years in federal prison. 检察官讲，嫌犯敲电话报案的时阵，也搁用手机问 ChatGPT， 讲那是因为烟引起火灾，敢是算家己唔对。经过9个月调查，检察官整合证据，包括嫌犯的手机录影、通话记录、GPS 定位，也搁用 ChatGPT 形成的一张城市导火图片。当局讲，虽然起诉无法度救回受害者家财产，但搁抓到嫌犯，至少讨到正义。Through this extraordinary team effort, investigators determined that the Palisades fire reported on January 7th was caused by an intentionally set fire near a viewpoint along the Temescal Ridge Trail in Topanga State Park on January 1st. 野火造成12人死亡，真侪人的厝被烧害。即马嫌犯被起诉，虽然无法度安打心内疼，也毋过对于幸存者来讲，是重建甲复原的重要一步。当地民众讲，希望审判的过程会当互受害者甲家属一个交代，也希望社区会当赶紧行出阴影。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另外来关心的是，在法国新总理呢雄宣布辞职。其实这个位呢，一冬来已经换3个去啊。总统马克宏是宣布在48点钟内要来任命新的总理，也毋过即马煞有愈来愈侪人是要求总统就要落台。就连马克宏的政治朋友也表态，叫伊归去提早来办总统大选。马克宏因牵手真大心，甲伊西装扮扮咧，猜测因伫咧爱丽社区迎接约旦王储欧星因翁仔某。马克宏是花头戏面，毋过事实上，伫个总理立克洛请示了后，伊一直拢无公开谈话。
2022年开始伊第2任期，即嘛面临做总统了后上大政治的风波，无到1年的时间，已经换3个总理，而且李克劳也是伫咧上台了后，无到1个月就宣布请辞。Je sens qu'un chemin est possible encore, il est difficile, et j'ai dit a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que les perspectives de dissolution s'éloignaient et que je pense que la situation permet pour le président de nommer un Premier ministre dans les 48 prochaines heures. 伫咧这个紧张情势背后，是2026年度预算卡关的问题。除了有一寡改革并不受欢迎，包括退休金、退休的年会等等的改革，也有一个欠缺绝对多数、强要捧袂行的国会。李克劳伫咧马克宏的指派之下，当咧甲中央偏左派或者是偏右派的政治头人讨论接班的人选，而且持续针对预算案伫咧国会协商。李克劳表示，即卖的目标是伫咧12月31之前提出2026年预算案。不过，甲社会党革命的绿党已经公开讲，法国左派准备要接手做内阁。Renommer une énième fois un Premier ministre issu du camp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serait une ultime provocation. Ils ne tiendraient pas une minute, ils le savent, on le sait, tout le monde le fait, donc on va arrêter de faire semblant. La seule solution aujourd'hui, c'est un Premier ministre de gauche et écologiste. 绿党讲，若是无想要解散国会，或者是马克宏落台，唯一的方法就是共同治理，而且因已经向总理提出有可行性具体预算案，内容包括税收正义、健康、甲大等等以人民为主的政策。不过，针对马克宏无法度建立稳定的执政联盟，要求伊落台的声音是愈来愈大。Emmanuel Macron doit donc partir, une autre politique doit s'appliquer. 到了马克宏顶一个任期，捌做总理的菲利普，伊伫接受电台访问的时阵嘛真无客气，伊呼吁马克宏伫预算案通过了后，就要随落台，而且提早举行总统大选，嘛讲这才是总统这个位应该要做的决定。不过目前上届紧急的问题是，今年年底就要到啊，伫咧支出超过收入的情形之下，甲民众的福利之间要安怎找到平衡？法国政治的局势，现此时就亲像搭伫咧雾内底芭蕾铁塔共款，会当讲是茫茫渺渺，搁无目睭。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做晶片的大公司飞弹的要伫台湾来设总部，也毋过即马这计划煞煞袂行。中央有出声讲要全力来协助，目前是传出这台北松南营区呢是选项之一。也毋过经济部长景明欣伊是表示讲，飞弹上届介意的要是北树科 T17加18。目前各县市呢嘛拢真有意思要招飞弹来设厂。飞达北树科总部有困难，中央出面表示讲，要全力协助飞达伫咧台湾设总部。松南营区互认为是真有面的选项之一。周万讲伊的态度拢真清楚，只要飞达的总部选伫台北，伊拢会和中央做伙拍拼。其实只要飞达总部选定在台北，不管是中央的地、市府的地、私人的土地，我们都会给予全力的协助。所以不管是谁的地，只要在台北，对台北就是加分。周万安讲，伫中央清点进程，市政府就已经带飞达去看个松南营区。经济部长景明欣讲，飞达也是上届的 T17、T18相关的法规修正，都已经送到行政院，卖继续清点其他适当的所在，互飞达做参考。飞达还是对 T17、18还是最喜欢嘛中央的部分我们会尽力来帮忙，其他的部分算是备胎嘛地点也要瞧好势，各县市拢一直出招，欢迎飞达。台南提供高铁甲南溪特定区2块土地，高雄立委建议阿湾区扩跨的205兵工厂。新北市长侯友宜推荐基捷线 A 到边的土地。我们特别选了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捷运机场线的 A9 站的旁边，这块腹地都是国有跟私有地，所以这个地的取得没有问题。包括第一，在沙仑的绿能科技园区，那个地方离高铁站就只有走路的距离，而且有土地产权很清楚，是完全是市府的土地。它的土地还相当的足够了它绝对能够创造出飞达总部最大的一个效果。T17、T18有问题，飞达总部的土地地下对赌。中央甲地方拢表达善意，目前台北市地理优势甲科技自路效应，依然是飞达上介意的所在。最后到底是设伫什么所在？要等处理到最后，专案确定才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受到这美国关税影响呢，全台湾减班休困的人已经愈来愈多啊。劳动部统计，拢总有7750多人受到影响。这立委呢是来批评劳动部看轻这款趋势。也那洪申翰伊是强调会继续评估，也来推动就业计划，鼓励头家来请失业劳工。尊重台湾劳工，尊重台湾劳工。几个劳团去美国商会抗议，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台湾制造业等等的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劳工的收入受到影响。劳团呼吁美商都要善待台湾的劳工，嘛遵守台湾的法令。根据劳动部10月初的统计，受到美国关税影响，休无薪假的有310间公司，7755个人。立委批评劳动部完全无要义无薪假的趋势，根本是双数戏办。一定要有一定的评估，不是说不能有误差。那你的低、中、高你怎么判断？等下一定会说。我们会用最审慎的态度以对，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够精确，的确是让人家有一种丧事喜办的感觉。跟我说明，我们也看到蛮多产业界的评估认为，有可能关税的冲击，也可能还会有一些延迟。从政府的角度，我们都是去设想相对严峻的状况，我觉得这才是负责任。对。有立委质询的时阵讲，有接到陈情，讲有头家人暗砍休无薪假无通报，地主劳工的补贴是看有食无。针对这点，洪申翰强调讲，要是鼓励头家人主动通报，避免影响劳工领补贴的权益。有关被放无薪假劳工，如果被隐匿的话，你们有办法去了解或调查吗？我们现在一直鼓励企业应该要出来通报。有些企业可能过去会担心说，他通报的话，他是不是名单会被公布？我们绝对，你通报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公布个别企业的名字。洪申翰强调讲，面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劳动部有推动劳工就业通的计划。鼓励头家人请受到影响无头路的劳工，嘛有客制化斗智接的方式，也佮有就业奖励，协助劳工重新倒去工课场。记者综合报道。这美国的智库有显示讲，全台湾的即马是有97%的能源是需要进口的。若准予中国甲切断去，安尼天然气价格敢会当冻11天尔。咱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是表示讲，要来强化油甲物资的库存。另外，根据这国防部114年国防报告书，伊讲中国对台湾的是用普色地带混合威胁的手段，也有演练准军事行动。台海情势紧张，中共这几年对台湾发动大型的围台军演，想要封锁台湾。《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智库并推显示，台湾有97%的能源是靠海运进口，然后中共切断供应线，台湾天然气的库存只可能会当冻11天。要安怎解决这个问题？国防部长郭立雄讲，就要快速提升战备量能。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战备的这个能力啊，这存储的能力。那这个包括油量、弹药等等，所以我们相关的这些战备准备的工作的韧性，我们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国防部伫咧强化轮性特别预算，有编1132亿，要加强油料甲物资的储备，并且参考美国、日本大量采买长效期的干仔水，不过一罐爱120块，预算要加8亿。那也立委是无赞成，讲台湾是小势组建，水资源也真丰富，为什么国外对国外进口战备用水预算拢要抬掉？调也无共识，让东团协商。在台湾没有一家厂商可以做，只有日本或者少数国家有做。为什么我们是去买其他国家这样的水资源？我们不是只有单看美国，我们看挪威，挪威水资源也相当的这个充沛。那我想它也不是采攻势作战，但是挪威也是采取这样子的一个长效期的一个饮用水的一个战备的一个存量。我们该怎么捍卫它的利益？国防部催告公布114年国防报告书，讲到中共对台采取普色地带混合威胁手段，亲像海警船加大侵扰的力量，中共演练准军事行动，以演台混等几多项军事威胁。外界关心中共伫咧咱相识国境了，是不是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双十国庆前后这个动态呢，那目前我们在本部已经有在做这个相关的应处以及这个对应，那么也透过友盟的这个协助去做各项的这个情报收整。针对中共无人机侵扰外离岛，报告书内面讲到，国军有反制 SOP， 除了用干扰镜或者是步枪机枪来拍落，国军也用多元广度买无人机的反制装备。记者综合报道。
又搁有性病的事件啊，这是南投草屯的一间补习班，互人检举这负责人姓张的老师，伫27当前甲未成年的学生来性侵，官府调查是事实，所以互伊将4人是袂当假册。也毋过，即摆即个人呢，煞互人发现讲，搁伫咧补习班咧出入，教育处是表示讲，若准有违规，安尼就会当罚。徛伫柜台边，顺势也伫门口甲家长讲话。南投草屯一间补习班负责人姓张的老师，去年遭到检举，27年前捌性侵未成年学生是小者。经过南投县府调查事实，而且将声明担任教职人员。毋过为去年12月到今年10月，至少7摆被看到伊原伫补习班出入，互施小者是完全无法度接受。非常的气怒，因为我们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说，请这个老师不要再任教了。今天很有勇气的站出来，就是为了说他应该没有这个资格再当老师了。伫补习班门口各打禁止性骚扰公告，施小者表示，家己是15岁国二升国3的时阵，到补习班上课遭到性侵。就MeToo事件启发，决定公开伊恶行，毋过因为超过法律追溯期，姓张老师得到无起诉，毋过无希望有更较侪人受害。人本基金会表示，补习班负责人已经改造姓张老师的太太。真侪学生指出，姓张老师伊原伫内底教册，用小班制规避欺诈，呼吁家长要注意。曾经有问过在那边上课的学生，他说他现在是在教数学，然后强调是资优班成绩好的才可以进他的班级，而且是小班制。他为了要防止南投县的调查，所以呢，他非常的小心。我们的这个稽查人员也不定期的来对该补习班来进行稽查，一旦发现有违法的情事，一定予以严惩。那也依照补教法第9条第9项最高会有25万元的一个罚款。业者还未对外回应。南投县教育处表示，去年2月已经要求姓张老师离开教育现场，各将调查结果公布伫补习班无责任人员资料库。今年已经3摆去补习班稽查，无发现上课代志，欢迎各界检举。若查到会严厉处罚，相关会罚25万。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西区的五权路甲五权西路的路口呢，有一台轿车，唔知影什么原因是凶失控，弄入去人的徛架。除了这驾驶家己昏迷以外，这徛架内底呢，嘛有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其中这80多岁妇人人是当场无性命现象，落尾送医是救无回来。也那伊的后生嘛有受伤，即马警方要过来理清原因。事故的现场路惨惨，涂骹拢是幼玻璃。这架蓝色的轿车掉伫人家厝内底，消防赶紧把车门震开，把驾驶救出来。伫车头前半排的下骹，阁有另外一个受伤的人，已经无生命的现象。台中市西区车到透早，一架蓝色的轿车为五权西路要倒弯去五权路的时阵，转向冲入去人家厝。迄当阵厝内有一对母仔囝困伫1楼的顶下铺，弄到的时阵。这个87岁老母是困伫下铺的，伤势严重，送病也是不幸过往。那困顶铺61岁后生是感染轻伤。我们先从轿车的后车厢有先接触到驾驶，然后先把他救出来，然后同时再用那个我们车上的绞盘就把整个车子往后拖，然后发现说在车前就还有一个妇人，她给她欧卡这样子。后生讲，因为老母已经坐岁啊，长久以来拢带做伙咧甲顾。9月份，新的店面才打整理好势，重新营业。车到透早，煞发生这件代志。那意外安怎发生的？伊讲，事当时迄个赛车的驾驶已经唔知人，所以无法度交代。应该是因为那边有红灯，他应该要懂得停；有绿灯，他应该会减速啊。那一定是酒驾或是什么嘛？本分局已向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以厘清涉及酒驾或是毒驾的情事。第一分局表示，警方将全力调查事故原因，依法惩办涉案情事。警方讲，这个赛车弄入去的查甫人还咧昏迷，已经向检方申请鉴定，除了涉及过失致死，嘛要确定敢是有食酒赛车或者是食毒赛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大湖公园甲玉泉公园的2个收水池是雄雄公告10月13开始特别来停业。即马真侪员工是真烦恼讲，恐惊是有欠薪水的问题。也那体育局是表示讲，这员工薪水的部分会先对厂商的保证金落去扣。有民众拜四透早来到台北内湖的大湖游泳池要游泳，煞互人通知，干那营业到后礼拜10月13就要停业啊！互民众感觉真临时。是2个礼拜2啦。不是放3天假吗？他回来就说到这个礼拜啊，
因为听说是员工薪水没有发啦。除了大湖游泳池，还有大泉公园的公有游泳池，也传出承包的厂商最近因为财务管理出问题，所以才会宣布停业。真侪员工拢是临时接到通知，因着惊薪水领袂到。他说我们10月10号就是所谓的明天啦，发薪日，他没有办法发薪水，他只能给你做一个什么？我写欠条给你。游泳池停业进一步会影响到会员退职的问题，甲劳工的权益。拜四为议员召开协调会，邀请体育局、劳动局来做说明。不过游泳池的厂商却无来到现场，也引起不满。业者竟然传讯息跟体育局说，他们人在桃园，不能过来。今天可以摆烂，开协调会可以不来，以后干脆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厂商都比照办理。体育局指出，目前先由台北体育局来接手，后续会重新招标，打算在明年4月会有新的厂商来做管理。也若即项员工薪水的部分，体育局表示会先对保证金落去扣。他们做这个出山招商都要有一笔履约保证金，那目前有800万是在体育局的这个账户里面。如果这间厂商他比如说基线员工的薪资，我们会依契约，或者我们再跟法务局询问看看，这个用履约保证金去偿还合不合理？至于说公司现在实际上口袋里有没有钱，这是一回事，但是它实际上就是有800万压在体育局这边，所以我们的立场，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可以用这笔钱来付。体育局指出，目前已经有103位的消费者来申请会员画卡退钱，也若针对向无头路的员工，未来新的厂商是不是会继续请？市府表示，也佫需要讨论。记者陈亚轩、林孝凯台北报道。2005年双十宴会呢是伫南投草屯的农会呢，今仔日是来动员20个左右的家政班成员，做伙来做3粒用关盾米所做的芳，要来祝福咱国家生日快乐。有的人切，有的人烂米册啊，嘛有人负责将起包入去米册啊内底，配合国庆宴会伫南投县草屯顶农会，动员20位左右的家政班员，要做伙做3000粒芳，使用因旧年伫台湾丢米达阵比赛中摕到金牌的台建高号米。家政班表示，会当亲手做来分送予来看宴会的贵宾，感觉真骄傲。头一届接到遮大的迄个数量，因嘛用着非常欢喜的心情来做这个米欧包，为了长官、来宾、外宾，好咱的米欧包飘香到世界各个角落。可以了。家政班员对拜3就开始准备材料，拜4透早6点外就开始赶工做面包。南投草屯种水稻的面积有1300公顷，生产的高号米口感香国 Q。农会嘛积极开发高号米的用途，亲像这米做的谷粉熬食面包，用因的关根米加入米谷粉，加入去嘛较袂易车酸。米不只是用做饭尔吼，甲咱的米下做咱的像咱的米粉安尼，咱掺入咱的米粉内底，迄叫做米谷粉面包吼，若较好消化，若较袂易车酸。草屯顶农会表示，希望透过米谷粉熬食面包，互偌济人看到农民的用心，嘛互大家在国庆日做伙闻到家乡的香气，而且强调这是对土地的感恩，甲对国家的祝福。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面对这气候变迁的危机，咱国内环保团体呢是认为讲，若准备来达成2050年的净零排放，安尼就要先对制造业甲工业的排碳大户来处理。环团是按算伫11月初1要来发起游行，招全民做伙来关心环境的议题。气候危机是全球拢爱注意的，有10个环境团体长期咧关注气候变迁的议题，要发起游行活动。嘛提出11项诉求来呼吁政府。有环境团体认为，10年至15年内，就要先对制造业、工业排碳大户来减碳，才有法度真正达成2050的净零目标。我们要跟劳工在一起去推动这个所谓的公正转型，真正落实这个公正转型。国发会要协同各个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要提出所谓的国家公正转型行动计划。科技产业应该要转型，从用电大户转向产销者。政府如果没有有效的、负责任的去管理，这个科技的进步就会成为气候危机的帮凶。气候的变迁已经造成真侪国家受到严重的天灾，有真侪国家为着抢资源战争，造成人权、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问题。环境团体要求政府提升能源安全的自主，来减少能源进口。有青少年代表也讲，
目前台湾的经济发展虽然真好，但是煞甲气候灾害、甲资源风险，拢放互未来的少年家去承担，这是无正义的。这气候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权危机。那气候变迁其实导致的各种环境的劣化，包含水资源、耕地、可使用的土地之类的资源稀缺，它其实常常就是导致更多军事冲突、地缘政治危机的一个原因。谈开发的时候，我们习惯就是会以经济成长为核心指标，但是我们很少去计算说这些决策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对就是我们这些青年还有未来世代。环境团体要求政府提出合理的减碳目标和政策，坚守能源转型，嘛邀请企业、民众到场参加11月初1的游行活动，做伙站出来为永续付出行动。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教育部一档有编2亿5千万的经费，要来执行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的计划。不过，即马所传出买领是无解方便的问题。有民间团体是呼吁应该要比较文化币，针对16岁到22岁这女性呢来分月经费，互因会当买生理用品。以我自己为例，我每月要使用约170元的卫生棉，吃掉90元的止痛药。经期需求不应该以贫穷线来划分。中视卫经带来经济负担，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续成员，台大学生校事副讲，教育部自2023年起推动大专弱势学生做学计划，爱纳入生理用品，不过只无清楚正做细节。在中小学也是自2023年8月起，教育部推动免费多元生理用品计划，部分县市也提供临时免费生理用品的措施。发放生理用品给不利处境学生，可能会造成标签化的效果。还有呢，生理用品还是非常的不多元，那定点取用也很不方便。性平团体甲立委表示，这型面出现生理用品缺少选择性、标签化作用，卫生平权不应该是救助。台湾地港囡仔行动天平搁一摆提出月经费政策，针对16到22岁女性发1200点月经费，作为生理用品消费抵扣来使用。希望从现在的补助，然后慢慢的可以走向普及到平权。对我们来说，16岁的女孩她其实已经是有自主权了，她可以完完全全的为自己做主。目前我们确实是聚焦在所谓的贫穷对象身上的一个物质的一个提供，所以我想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再做一些审慎的评估。月经费应提供经济补贴，搁确保查某囡仔身体自主权甲多元选择。到月时阵，要民众提公共政策平台提限，短短时间到5000人连署。卫福部表示，尊重甲认同月经费方向的审慎评估，搁伫11月16时阵回应提限。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的宝岛有一间年册摊开店，同时嘛是在地头一间的这个独立册店，而且又阁是一间台语的友善册店。因会来举办台语的活动，嘛有说台文册的专区，希望会当加做是推广台湾文化的据点。一粒鸡卵，一粒鸡卵，变做碰起嘴。用趣味的手镜头仔歌，互囡仔人熟悉无共动物的外形。中华宝岛有独立册店，逐个月拢会安排无共主题的亲子广告活动。这道特别邀请台语共学团的老师来广告，囡仔人拢真自然开嘴讲台语。若是有老师会当来，甲下来带啊，甲囡仔讲安怎讲，才会较标准的台语，这是一种环境啊。伫厝里啊，阮读绘本的时阵啊，拢用迄华语啦，家己台语嘛。讲车较袂练转，所以会当带囡仔来参加，吼啊听迄老师用台语来讲故事，我们感觉是足有意义的。这间今年初才开业的册店是宝岛头一间独立册店，因选册主题主要是以台湾的历史文化为主，也会办展览、讲座加讲故事活动，而且佫是一间台语友善册店，有说台文册专区嘛提供台语服务。办的较侪是华语的，既然咱华语办的开，咱是台语嘛，当试看卖。哦，其实像阮这代已经是用要失去台语这个物件，好，咱的下一代敢有机会讲啊，佮重新把这个语言佮捡回来，嘛，咱有真侪讲台语的人来遮，吼啊，其实对阮家己来讲嘛是一个真好的机会。
册店表示，语言甲乐图拢是熟悉在地文化的一种方式。过去宝岛较少有这种艺文空间，真欢迎大家来这看册、互相交流，透过乐图来认捌家己生活这块土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荷兰印象派的画家梵谷呢，捌伫19世纪末期，伫咧普罗旺斯大东外的时间，伫遮嘛画出真有名的日头花的作品。另外，伊嘛交着这在地好朋友，为伊甲厝内人来创作系列的作品。最近，这荷兰梵谷的博物馆是有推出相关的特典。老大翠洲穿着蓝色、纽啊是金色的邮政制服，这幅图内面的这个查甫人鲁林，就是梵谷1888年到1889年，当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雅尔地区时阵的好朋友，也是伊重要的支持者。荷兰梵谷博物馆最近有鲁林家族特典，和梵谷甲鲁林伫100多年了，搁在相见。博物馆发现，鲁林伫咧岛内面坐迄个椅啊，本来就收藏伫咧馆内，这边也特别提出展览。Well, as it turns out, we had this chair in our collection, but we have never shown it before. And it just shows you when you start to work on a topic, in this case, the Roulin family, and the portrait, all kinds of things you might never have thought about before come up. And it's really exciting to rediscover, as it were, your own collection. 梵谷迄当阵替鲁林翁仔某也个因的囡仔，总共画2600图，伊用高档的笔触加强烈的色彩，画出鲁林伊的职业身份加定调的个性，用有诗意的艺术语言展现鲁林因母的母性光辉，一个因也个是幼眼的查某囝，纯真的面貌，感受家庭的温暖。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family for him. They are good friends of his, and they take care of him when he is in a difficult period of his life. The friendship starts probably at the local cafe where Roulin is often to be found, and Vincent as well. And he asked him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it as a model for a portrait, and that's how it really starts. 因为梵谷伫咧雅尔时期所住黄色的厝，这边特典也用顶比例大细重新展现，互大家感受梵谷迄当阵画图的情形。伫同一个时期，梵谷也个画出日头花甲青叶这款经典的作品。有人认为这段期间是梵谷伊作品的巅峰时期。这项鲁林家族特典，互大家看到梵谷人性的温度。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3度，那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